娘传来消息，言道焦桂英接着我的书信，就在黑人庙内死于生死。本官虽在今日精修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生死恍惚。哎呀，桂英啊桂英，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，我也是不得已哟。交流上初更新，月影花衣上相惜。自从休了教子女，我今人恍惚为真谛。这也是王亏不得已，故为了多尽教士期。2年间他与我共晨曦，3更灯火5更鸡。谁知生离生死别，8万恩爱真人送敌。深深求求是君的，哎，是谁来了？你是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不是人，是死因呐！莫非我是谁？